李浩然議員。主席，我發言支持呢一份政府嘅議案。我哋一方面呢，要盡快盡心盡力咧，為受害嘅家庭咧提供災後嘅支援同埋重建。同步咧，亦都應該思考如何建立更加好嘅社會機制去應對災難。目前呢，其中一個最大嘅考慮咧係財務安排嘅問題。就此呢，我作出如下嘅相關建議。首先呢，政府可以參考現時嘅基金形式咧，考慮設立專項嘅重建基金，並採取初期墊付、後期結算嘅模式，優先確保重建工程嘅啟動。呢個基金呢，係應該能夠整合三方面嘅資金來源，當中除咗政府嘅特別撥款之外呢，亦都可以吸納同埋統籌社會捐款，同時呢，亦都可以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嘅配對，鼓勵企業呢以資金配對嘅形式參與。例如企業每捐1蚊咧，政府或者基金會咧，亦都會同步配俾一定嘅比例，形成槓桿嘅效應。第二咧係推動政策性保險嘅機制，設立針對舊樓高風險問題嘅政策性險種，建議政府咧與保險業界合作，為老舊住宅提供可以負擔嘅，包括但係唔限於火險嘅套餐，鼓勵業主投保，並且咧係對困難家庭提供保費嘅補貼，呢一類保險咧能夠全面咁應對香港逐漸增多嘅舊樓風險救濟。第三，設立巨災風險基金，從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當中咧撥出一定嘅比例，設立長期性嘅巨災風險儲備金，用於未來突發災害嘅快速應對。上述兩項呢，係亦都應該同時配套快速理財嘅理賠嘅綠色通道。包括協調保險業咧設立災害專項嘅理賠服務，簡化手續，確保咧受災家庭咧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咧係獲得理賠款項咧應急嘅。第四，政府可以研究發行社區重建債券，使用創新方式咧讓社會資金係參與，包括吸納社會投資喺樓宇安全嘅改善工程，同時咧設立企業配對基金，鼓勵企業咧係以等額嘅方式配對社會嘅捐款，放大資金嘅效益。當然咧，除咗上述呢啲嘅財務安排嘅之外咧，針對今次嘅災難咧，心理同埋社會支持咧，長期嘅社區陪伴咧，亦都係好重要嘅。災後心理支持咧，往往係需要持續數年。對於呢一方面咧，我哋亦都可以研究建立社區支持嘅中心，提供心理輔導、法律諮詢同埋家庭服務。其中長期心理支援計劃咧，更應該特別關注喺長者、兒童呢啲脆弱群體嘅心理健康。另外，經過今次嘅災難咧，亦都需要特別注意建立起長期嘅防災文化，推動全社會嘅消防同埋各種安全意識教育，包括但係唔限於加強公眾嘅消防安全教育啦，定期舉行社區防火演習啦，提升全民嘅防災意識。災難咧係嘅傷痕需要時間撫平，但係通過制度化嘅支援、預設嘅流程同埋社區嘅參與咧，我哋將危機轉化為改善嘅契機，建立一個更加安全、更有韌性嘅社區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議案。